后来讲这个农历过年的检疫旅馆一房难求，有专家来建议，这个14天会当改为防疫旅馆7天，等于厝自主健康管理7天。讲这个旧年是实施着一人一户伫咧厝内检疫14天的措施，就大想讲，即届若无爱规气，就安尼做就好啊。专家讲，这会增加着客载的难度，而且即摆流行印度变种病毒，这个境外散入造成本土感染的风险比旧年搁较悬，所以爱更加严格。而且台湾目前做2剂疫苗的人也无到8成，恐惊无法度承担这款的风险。月圆人圆庆团圆，即摆过年无想要家己过，回台侨胞爱算好时间抢订防疫旅馆，估计1月会使加提供1万外间。不过有台商质疑，既然已经放年改做10天加4天的防疫措施，想怎不规期比较旧年实施的1人1间居家检疫14天？会有新变种病毒的一个产生，像 Delta Plus， 我们其实很难确定返国的旅客有谁有被感染，有谁是一个潜伏期。防疫旅馆有专门的人员的一个看管，这样才能够降低14天的一个居家隔离的一些疏漏。安全的国家，确定打完2剂疫苗的人，这些人说不定可以7+7都是可以考虑的。只要他后面的7天呢，也就是我们的里长还是可以打电话关心。然后第14天的时候，还是可以做一个核酸检测。改做10天加4天了后，旅馆会使加卖一轮，不管是春节专案的10天防疫旅馆加4天的居家检疫，也是7天的防疫旅馆加7天的居家检疫。防疫旅馆的量能犹原真严，加上民众回去了后，爱多一个单位来客栈，民众若是偷走，爱安怎检压？我们还有多少闲置的中心，可以借由人员的资源来建立初期的一个防疫能量？也同样的，到时候有没有足够检疫人员协助这些结束隔离、进入居家健康管理之前的一个PCR检验？虽然目前登去厝内做居家检疫者有电子围篱的监控，但是违规出外会使罚10万到100万。不过居家检疫要是防群主无防小人，需要外口专门做伙来配合。